AI 更加勁，寫完俾 AI 都唔敢改我啲嘢，改一兩個字。嗰隻咧彈咗嘅小羊，用個鼻哥嚟咧控制啲機器喎。咁我同個機械講，我見到啲咩做？我話啊唔該，你俾啲靈感佢，有時候就天馬行空俾啲我㗎。其實都係一個中學生程度24小時不眠不休咧。講廣東話同佢講廣東話，你講英文同佢講。我用詩嘅語言同佢對答咧，用詩嘅語言好慣㗎。而家咧又作歌咧又當飯食啊！之後可能咧姐姐同阿劉永搞一次啦，啊詩情畫意嘅，又跳舞啊，又畫畫啊，又作曲啊。現場作喺屋企每人講一樣嘢，覺得好珍貴嘅喺生命裏邊。咁我即刻現場作首歌，即係突破少年㗎啦。嗰種人叫珍姐，佢唔想透露嘅年明啊，少明到咧，佢飛越南女子隊嘅時候咧，佢真係好幫手嚟做嘅懂。咁就由影音歡樂今就做老香港生活趣啲嘢都做得幾出色嘅。咁我話唔中食呢個歌，跟住咧又搞突破少年文字啦，跟住搞籃球啦，跟住97嘅時候登上康體平台，你睇我寫真啦，我又詳細介紹。咁唔到退休咧，走翻個轉頭喎，生命籃球。其實我將畫畫、歷奇藝術、跳舞、運動、心理成長、心理神學、聖經啊10幾門嘅結合一成個練法嘅。我曾經右手揸住籃球，左手咧生命成長，住康體歷奇創意康體中心咧玩啲歷奇遊戲啊，啲啟導遊戲啊，佢又發明咗好多咧。應該退咗休咧，唔夠力啊，患咗個肌小症啊。如果去澳洲啊、加拿大去其他地方咧，就宣揚咧，我發明咗一個咧男女老少咧一齊玩嘅籃球，叫康體籃球啊。要咧個大弟子又好精通啲嘢，佢而家仲有緊波。咁我本來收咗個徒弟嘅，而家做咗佢徒弟喎。佢咧做咗師公，佢徒孫喎。咁而家左手釣魚，右手拎住3個油管喎，3個唔同嘅，一個風騷人生，一個咧影藝嘅，一個咧就係籃球嘅。咁希望咧主嘅恩典裏邊咧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亦都如何啊！呢個係啦，勸勉自己亦都勸勉大家。生命結連咧，個屋企嘅前幾年咧，我試過用一個同心嘅呼喚咧，屋企啦，而家成幾圍人咁啊熱鬧鬧，屋企係好啲嘅。屋企一直我扯佢哋埋我入我睡房密室啲密計話幾個，希望啊太再開放屋企咧，可以有花園池咁樣，大家一齊咧飲住茶咧，生命互動好嘛？我呢個運動師傅李才亮就係我哋電影嘅同學當中咧有才華，身體又好。我咧打羽毛球啊，阿哥心佢成日照顧我，教我點樣打波。咁屋企咧有張乒乓波台都冇人陪我打啊！歡迎大家食魚同生命結連好。不過既然我呢個少喺靈性嗰度咧冇肌小症，身體有肌小，我咧就與呢個少年嘅同咧就遊走現實啊、網上啊呢個虛擬空間啊啲歌俾大家聽。咁啊黃燕珠頭先唱嗰首日都係激勵我。由呢天國同心咧鼓勵我哋人活喺佢哋靈魂、你嘅心思都係可以喺天上。天國其實可以降臨人間，希望以先知嘅情懷實踐天國嘅生命，共勉之。天國之子呀，主宰呼喚。